您好，您好，请问是上车还是下车投钱呢？你好，你好，請問係上車還係下車入錢呢？你好，你好，請問係上車還係下車入錢呢？請上車投現金。請問您要到哪裡？請上車入現金。請問你愛去哪位？請上車入現金。請問你愛去哪位？我要到六堆客家文化園區，票價是多少呢？全票是27元哦。我愛去六堆客家文化園區，票價係幾多呢？全票係27元哦。我愛去六堆客家文化園區，票價係幾多呢？全票係27元哦。請問可以在車上飲食嗎？台灣好行，在車上可以吃東西。請問做得到車度食東西嗎？台灣好行，在車度做得食東西。請問做得到車度食東西嗎？台灣好行，在車度做得食東西。但要維持車上整潔。沒問題。不過要保持車度嘅清理。冇問題。不過要保持車度嘅清理。冇問題。請抓穩扶手，小心哦。謝謝。請做好扶手，細意哦。是嗎？請做好扶手，細意哦。是嗎？